就住今次呢一個嘅諮詢啦，請嚟多另一位嘉賓同我哋一齊傾下。醫療衛生界立法會議員林哲玄，早晨。早晨。點睇今次呢個諮詢當中頭先提到話取消嗰個嘅儲存期嗰個法律限制咧？咁佢都回應咗一部分社會上面嘅訴求嘅。咁如果有啲人士佢真係喺個生育上面遇到困難，又可能比較遲先至結婚或者揾到對象嘅時候，咁你係幫到佢嘅。咁同時間即係我成日都話呢個係個雙刃劍啦。咁就一方面幫到部分人，但係另一方面就要好小心，即係要話翻俾社會知個措施嘅意義，就真係唔係話想鼓勵大家遲啲先至生小朋友啦。咁呢方面我相信係要講得好清楚嘅。即係你覺得會有可能釋出呢一個嘅信息？頭先你聽唔聽到阿林嗰個説法？其實可能即係點解啲人會決定用呢一個即係科技嘅方式啦，去雪卵或者雪一啲即係胚胎啊、精子等等，都係可能同佢自己嘅一啲家庭計劃有關係啦。即係咪真係有呢個限制釋放咗，就等於或者有機會啦嚇，釋出一個信息，就令到大家就係遲啲去生育咧？係咪真係咁樣？因為我希望市民就理解呢個信息，絕對唔係話要俾人哋係可以有個新嘅方法，我就可以喺個家庭嘅計劃嗰處，我係將生育係擺到好後或者好遲，即係所以我哋一定要解釋清楚俾市民。只係我哋更加關注嘅就唔單止話係我生唔生到小朋友，而係生佢出嚟嘅之後嗰個 upbringing 嗰個，即係你帶大佢。如果兩代嗰個年齡差太大嘅時候，你50幾歲你追住個幾歲嘅小朋友，佢好活躍嘅，我諗你都幾困難，你可以試下。再加上就係即係兩代嗰個對於個認知世界嘅認知，可能都相太遠嘅時候，你都可能有困難。即係一個簡單例子，你小朋友而家今天用緊小紅書，用緊 IG， 你做阿爸阿媽個連 Facebook 都唔知係乜嚟，咁你諗下你點樣相處先得㗎？即係所以好多事情我哋唔係話淨係睇生唔生得出嚟，唔係淨係諗住我自己呢一代，我自己呢個家庭，我嘅家庭計劃，而係要為埋下一代去諗噶嘛。就會唔會都起碼俾多咗一個選擇佢哋？可能佢哋後生去做呢一個嘅即係儲存精子或者卵子，咁然後真係好似你所講考慮到真係會唔會頭先話即係兩代之間嗰個嘅溝通或者即係睇法好唔同嘅？如果真係年紀差得太遠嘅時候，再決定咯，即係年紀大咗決定，咁又得唔得咧？其實咁啊，時間過咗，我冇得翻轉嚟，早知唔嗰陣時決定冇早知咁嘛。呢個世界，即係俾咗人一個選擇嘅時候，我哋就話俾人知呢個唔係一個人人都應該用嘅選擇，呢個係真係有好獨特嘅問題，我哋先至會去用嘅選擇。而亦都唔應該咧係好似俾多咗一個可以延遲先至去自然生育嘅一個選擇。即係可以嘅話，我哋都應該盡量做。你都要嗱，你唔可以即係其實有時你淨係為自己家庭計劃咁，我做多10年嘅，我係追求自己嘅夢想，係揾到更多嘅事業基礎，有間更好嘅住宅咁我仔都好啲啊，舒服啲。你錯嘅，其實你諗下，即係你個時間過咗嘅時候，你自己就可以由20歲開始工作，去到40幾歲有20幾年，你先追求你自己夢想，你生個小朋友出嚟。到你個小朋友佢40幾50歲生佢出嚟嘅時候，到佢步入社會嗰刻，佢20幾歲咧，你可能將近70歲，佢就冇幾多時間去譬如環遊世界追求自己嘅夢想，可能過咗10年都唔夠，究竟可以照顧你自己，即係自己嘅雙親。咁你對佢公道咩？不過你諗埋下一代噶嘛？明白。你諗埋下一代噶嘛？林哲玄，你講呢個情況就真係如果嗰個人有一個選擇如果後生可以生育，或者我考慮到其他嘢係排得更前，將生育擺到後啲咁。但係譬如個案同唔同嘅人士傾啦，或者啲女士傾啦，佢哋都話有時真係唔係話你想後生就生到，唔同嘅際遇啦，唔同嘅情況影響，可能到真係年紀大啲先至成立到個家室嘅時候，或者去生育嘅時候，而家有呢一個嘅年齡限制嘅釋放，唔係俾佢哋更多嘅選擇，從而甚至可以增加到個生育率咩？唔係咁咩？係啊，我同意。所以我一開始就話幫到一部分嘅人，就係幫到啱啱你講嘅呢一部分人係其中一種啦。但係就個信息要清楚，我哋要幫嘅係一部分嘅人士，就唔係俾所有人多一個可以
去合理地延遲自己組織家庭去有小朋友嘅一個選擇。咁呢個嘢好清楚。本身10年嗰個期限，你覺得夠唔夠嘅？本身嚟講就冇乜意義嘅10年，即係而家咪好啲咯。即係你去到唔限就唔係無限嘅。咁過咗更年期就生唔到，生唔到啦。咁所以實際上你話同之前容許因為疾病或者係醫療程序而令到自己可能喺排卵方面有問題嘅女性，佢去到55歲或之前都可以係用嗰個雪床嘅配置啦。呢個其實同而家分別唔大，呢55歲都差唔多。大部分人士都係喺嗰個咁上下時候係更年期㗎啦。咁所以你擺唔擺55嗰個字，其實就分別唔大。不過即係你而家等於係開放咗話，所有人都可以去到更年期之前你都用得啦，咁嘅意思啫。今次其實修訂守則嘅建議咧，都提到話修訂相應一啲執行嘅措施，咁確保市民充分了解相應嘅醫療風險，亦都要求咧持牌中心咧向病人提供相關嘅資訊，例如取卵嘅手術風險啦，隨住女性嘅年齡增長下降，生育能力啦同埋妊娠率啦，高齡妊娠風險啦，以及係推遲生育嘅社會影響等等嘅，呢個係咪都回應咗你頭先講嘅一啲憂慮嚟？嗱，呢個只不過係平常任何醫生都應該做嘅一個知情同意書嚟嘅啫。咁從來都要做，如果唔做咁應該佢係專業上面有問題添。咁即係當然唔係淨係嗱，你一個女士行到入去個中心嘅時候，你先同佢講咧，有時你遲咗少少嘅。我覺得更加早咧，喺社會上面都要有一個足夠嘅教育俾公眾先得嘅。咁所以喺修訂呢啲條例嘅同時，我相信未必係關管理局事啊，而係整個政府嘅人口措施又好，家庭計劃好，我諗我哋都要係多宣傳家庭計劃啊，多宣傳係即係建立家庭嘅各種信息，係一個公眾教育嚟嘅。OK， 好啊，唔該晒林志源，同你傾到呢度。林志源係醫療衛生界立法會議員啊，講到而家啲雪卵啊或者係精子嗰個儲存期咧10年，咁諮詢就提到話係咪可以取消呢個儲存期嘅法律限制咧？咁諮詢期一路去到下個月13號嘅。